其實演員係咩嚟嘅咧？佢有一個咩位置嘅咧？開始嘅時候，梗係滿足自己想去做戲嘅呢個願望啦，特別係做主角啦。但係慢慢開始失敗，經過好多次挫敗多的是，包括咗你做唔到自己想做嘅嘢啊，冇人見到你啊。做演員係一個好痛苦嘅工作嚟嘅，好 lonely 嘅。咁點解要做戲啫？其實要出一個演員要20年嘅，我已經做咗30幾年。Hello， 我係潘燦良，我係一個演員。演戲對我嘅人生影響相當大嘅，佢就好似一本百科全書咁。我每一次都吸收到一啲唔同嘅嘢，譬如有時會做一啲古裝嘅戲、古代嘅戲，你會去吸收一啲當時歷史上高嘅一啲你唔知道嘅嘢啦，同我哋有咩分別呢？即係呢啲嘢都會令到我去思考生命係點樣嘅一回事，生存係一回咩事？喺唔同地域上高生活嘅人，佢哋面對嘅嘢，其實佢亦都改變咗我嘅人生。跟住就問啦，個演員嘅位置係咩呢？即係當人佢喺生活上高有一種唔平衡啊，心靈上高有一種失落啊，或者係方向唔係好清晰嘅時候，咁佢原來通過睇戲睇一個演員嘅表演咧，會平衡翻佢哋自己嘅生活，或者會揾到一啲幫到佢哋生活嘅方向。我覺得呢種係一種感應嚟，咁我就覺得原來演員可以帶俾觀眾有一個更好嘅生活。當我確立到呢樣嘢嘅時候，咁我就好清楚知道點解我要去繼續做戲咯。暗香平衡，接2樓，叮當叮當叮當叮，叮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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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每一晚嘅演出裏邊重複一樣嘢，又或者係不斷咁樣去表演嘅時候，會嘅，你會出現一種疲倦嘅，一定會有，我覺得好正常。但係每一晚你都係重新去經歷嗰個人物要經歷嘅一個所有嘅歷程，但係每一次個重複裏邊，你會感受到一啲可能尋晚你冇感受到嘅一種新嘅衝擊，係一種好微妙嘅新鮮感嚟。而我亦都正好需要去追求呢種咁嘅新鮮感。所以嗰個雖然係 repeatable 嘅一個技能，但喺心態上高或者喺精神上高，你一定要帶住一種每一次你都要去揾一啲新鮮嘅嘢。咁嗰個先至係一個 alive 嘅表現。低聲就就呢個先頭，單潮戲並且多口嘅。多口點學到嘢啊？13哥。南海13郎本身我認為真係阿杜 Sir 寫得最好嘅劇本嚟。當時因為舞台做咗之後，咁到拍電影，咁亦都好順理成章就揾咗我去做。同迪生呢個角色就更加同13郎之間嘅嗰種師徒嘅關係，一種好男人，尤其是喺拜師嗰場係相當精彩。師傅，係。杯茶就俾你飲嘅。飲啊！飲咗佢喎，收佢做徒弟啦。唔敢飲啊！可惜我自己就冇得到獎啦。咁到金像獎嘅時候再被提名啦。咁但係都冇得到獎啦。因為嗰陣時都會諗如果當時會得到獎嘅話，我會唔會嘗試去行另一條路呢？有獎與冇獎之間，而令到我嘅人生行左定行右，可能都係一種緣分嚟嘅。我自己覺得，到今日我睇返，我會覺得都係一個最好嘅決定嚟。我要證明文章有價。再過30-50年，冇人會記得有錢佬嗰啲股票、黃金、銀紙、世界大事，全部都係過眼雲煙嚟啫嘛。但係一個好嘅劇本，50年、100年，依然有人欣賞。通常啲人咧會揾我做一啲比較所謂中嘅角色，係正氣啲嘅角色，即係後生嘅時候係咁樣。討好嘅角色可以演，唔討好嘅角色亦都可以演。所有觀眾睇完都會唔中意呢個角色嘅角色都可以演。幻愛裏邊嘅呢個角色我會睇佢喺個劇本裏面發揮咩作用咯。不如我落咗堂之後有2個鐘頭得閒，睇下你得唔得？不如你唔好再上嚟啦。唔上嚟去邊啊？
你屋企最安全咯。我嘅意思係，我哋唔好再繼續。呢個角色係喺呢個戲裏邊係要令到女主角嘅人生咁樣行落去，所以有一個必然嘅存在性喺度。我覺得佢需要咁做，所以我唔會話抗拒，又或者唔會覺得唔認同佢咯。OK，冇問題啊。咁我嗰個 research project 我揾第啲後生做埋佢，我諗你都唔想尷尬嘅。做演員係一個好痛苦嘅工作嚟嘅，好 lonely 嘅。做演員好 lonely。其實你合作嘅時候，你同一班人合作，你同好多人合作，但係你自己內在嘅運作咧係一個好屬於你自己嘅，好難去話俾人聽，人哋會明白嘅，因為佢係你自己一種體驗嚟。要去演好佢嘅話，你一定要達到某一個要求，而呢個要求就係每一次都要突破你自己。哇！你講俾人聽，人哋都唔會明嘅，人哋可能只會哇好犀利啊！哇你真係好攰喎！哇！而呢種 lonely，我覺得就係好似一種修練咁樣，靜靜地去修練自己嘅人生。係啊，你要做一個演員嘅話，其實就好似一個修行。對於我嚟講，失敗經過好多次，挫敗多的是，接受自己挫敗、被忽視。首先你要面對到自己嘅呢啲，好似世界對你唔住啊！呢種咁樣嘅情緒先得，覺得自己好好，但係人哋話你唔好，又或者係你根本真係唔好嘅呢種挫敗，又或者有啲嘢你去接受啊，我真係做唔到嘅。當你接受到嘅時候，你先至可以慢慢進入另一個階段咯，另一個境界咯。你要面對到呢一種咁樣嘅環境、心態，其實唔容易㗎。呢一刻嘅自己都幾自在嘅，我自己覺得喺演員嘅崗位上高，好幸運自己能夠做到一樣自己想做嘅嘢，作為我自己嘅事業，我仲可以貢獻返俾社會，或者係俾其他人。呢種幸福好難得咯。咁我覺得我自己係一個已經 ready 嘅狀態，因為尤其是喺初做嘅時候咧，就係啱啱畢業啊，或者仲係好 young 嘅階段咧，唔認識到呢一種咁樣嘅想法嘅時候，就好多時會有好多不忿啊、不安啊，冇人見到你啊，好似冇被肯定啊，即係呢啲都係一啲我覺得好細個嘅時候嘅一種心態，亦都係覺得自己未 ready 咯，包括咗技術上高啊、技巧上高啊，而呢個心態我覺得係比起技巧更加重要。咁我覺得而家我就係一種我 ready 啦。